Waldo 的 Christmas Surprise。Santa Claus 干打送礼物予 Human 的囡仔。昨晚 Fritz 甲因 Miss Emily 讲，面对 Emily 要是写批予 Santa，Santa 但会予伊失望。Waldo 袂予迄款代志发生啦。较济予我听。Christmas 前2日迄天 ，Harry Cornelius 某子甲我当地无用地图 Snowman。Fritz 带因 Little Miss Emily 来，要小解互阮熟悉。Emily 是南部人，毋捌看过世。Fritz 甲阮讲，伊无啥了解咱遮的歌曲。原来 Emily 连 Christmas 嘛无啥知影。Santa Claus 是啥物人 ？Waldo， 伊伫山风中歌甲气气带顶问我。Santa Claus， 我解释讲，伊伫过 Christmas 的时，会送礼物甲佚佗物仔予 Human 的囡仔。伊嘛会送礼物予 Animal 的囡仔呗。Emily 问我，这好，我讲，伊足侪年毋捌来即块树林行倒啊。我有啦，全世代 Human 的囡仔，伊都送礼物啊。太地阁有时间通顾到 Animal 啊！我若是写批予伊，咪想讲伊敢会来 ？Emily 问我，那会？我是讲，伊真够胆，我都毋捌看诶。我是讲我啦，我嘛毋捌看诶。Harry 开头嘛讲，咪看。Santa Claus 干打得顾 Human 的囡仔 ，Fritz 甲 Emily 讲，全莫笑死我，搭咱紧来转厝，才袂寒着啦。伫电灯透早，我看到 Emily 甲 Fritz 的手扣咧，要行去游动车。我写批予 Santa Claus， 伊若讲若会一个大体笼。我拜托伊就来送礼物予我，面哭起啦。我讲，毋过嘛毋通笑笑甲遮尔好。我惊伊若是无来，到时你会艰苦。伊会来啦，到时你就知。Emily 我讲，可怜的 Emily， 我安尼想。明仔载就是 Christmas Day 啊！伊安尼饲春饭底掠地，阮当地解失望诶。有啊，常常我想到一个 idea 啊啦，若是 Emily 要看 Santa， 就互伊看诶啦。我决定啊，为着要来创即个 surprise， 我赶紧去街仔买一寡物件。我家己想讲。这个 idea 实在有够赞，但袂赴 Christmas 早起要看到 Emily 的表情啦。伫电灯透早，我早早就精神啦，金来款款的。我甲我买的 Santa Claus 红衫红裤穿好好，我照镜一个看，不止啊欢喜甲，就算讲是阮老母嘛认袂出我啦。我长遐穿咧，保持画贵啥好好好，随着去行，早礼物来去送予 Emily。我行底要到 Fritz 会到的时，就看到坎西涂骹顶有济济骹只，拢是行对因兜大门去的。我掠准 Fritz 当地做一摊闹热的 Christmas party。嘛是奇怪，伊煞无甲我招。我想讲，即马来因兜敢袂失礼。如果我阁想讲，今仔日是 Christmas， 即天啥会无欢迎 Santa 呢？全我倒落门。
我这的是为了 Emily 的脚步声，等得行我门骹口。嗨，老豆 ，Emily 问一个开开大话讲，你嘛来啊？我真欢喜，阮拢在等你，下一代在等我。老豆，伊哪会知影是我？敢讲我互看到无成 Santa Claus， 阮连想要画规声啊，好嘛袂好，就对伊行入去客厅啊。Sweet Marty Cornelius 甲 Harry 大家拢坐伫碰椅顶底啉茶，大家拢装作 Santa Claus。阮拢无想要互 Emily 失望啦。Marty 大细讲，我嘛是。我讲，咱拄好拢是想要创同款的 surprise 啊！祝恁大家拢 Merry Christmas。连暝 Emily 就甲大家送伊的礼物剥开来看。Fritz 送一领真好看的 jacket，Marty 送一领寒天穿的烧热的长裤 ，Harry 送一顶烫西帽仔，搁有 Cornelius 送的一双 Mittens 手套仔。煞来 Emily 剥开我送的礼物，是红色的长鞋仔，我意爱的色水啦。伊欢欢喜喜讲，伊阁讲，咱大家去外口佚佗爽势啦。我当毋惊寒。只是阮常常徛伫外口有人大力伫弄门，会是啥人哈 ？Fritz 问讲，大家拢伫遮啊？阮就温温细致的行对门口去。毋过Fritz 大门开开的时，人客已经走啊。阮简单看的伊的小轿车的尾溜通过空势的沙马纳的树果，休一个都无也无食啊。Santa Claus，Emily 顶几日大声话，结果阮拢有听的传来无苦的吼。免看，伊有送我礼物哦。Emily 讲，伊手臂放伫门骹口的一台真水款红色的细条板，迄顶头搁挂一张牌仔，顶面写 Santa Claus 送互 Emily 的。我就知影伊会来，我早就知啦。Emily 哪话哪玲珑说伊的新细条板底扑着。水定着是咱捌过有13年1月1日 Christmas 节啦。Emily 坐伫仪式台 special 的细桥板，互5个 Santa Claus 拖你走，送甲强要飞起来啊！